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8，箴言23章1節到3節安尼講：你若甲官長坐倒，就注意迄個佇你面前的。你若是貪食的人，就得用刀下佇老後，毋通貪伊的好食物，因為是騙人的食物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阮着注意別人的意圖，也無因為貪欲來無約束家己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至權至尊、聖潔公義的主，你監察人的內心，清楚一切穩重的動機。主啊，你所賜的智慧贏過金銀，你的道路比世上的權勢甲財富閣較寶貴。主啊，我們一生盡你最大，也遵趁你的旨意來行。願一切榮光甲頌讚，攏歸佇你。主啊，當有權威的人用利益、機會、金錢來誘惑阮的時，求你保守阮，無因為行善者的來失去原則，也無因為貪欲來違背你的心意。主啊，幫助阮看清奢華宴席背後可能穩重的目的，無互表面的好意壓空，也無互短暫的好處來失去良心甲信仰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